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我係主播林思齊。冇幾耐之前，大埔宏福苑嗰場吞噬咗成百條人命嘅5級大火，係香港幾十年嚟最嚴重嘅火災。呢場火災令我哋所有人都留低咗難以磨滅嘅傷痛記憶。喺呢場火災之後，一個關乎城市安全、傳統手藝同現代化發展嘅尖銳問題，就擺咗喺我哋面前。我哋係咪應該全面告別用咗千百年嘅竹棚，轉投金屬棚架嘅懷抱呢？政府嘅迅速表態係理性嘅抉擇，定係純粹為咗頭痛醫頭呢？今日我希望同各位一齊撥開情緒嘅迷霧，用事實同科學嚟審視，係咪好似政府咁講，只要全面用金屬棚取代竹棚，所有問題就會解決呢？喺指責竹棚之前，我哋必須先搞清楚呢一場悲劇嘅真相。根據政府最新嘅聯合調查，問題嘅核心並唔係竹棚本身，而係包住棚架外面嗰層防護網。調查發現，火災現場7個唔同嘅位置採集到嘅棚網樣本都未達到阻燃標準。更加令人憤怒嘅係，有證據顯示，承建商為咗魚目混珠，特登將少量合規嘅阻燃棚網安裝喺每棟大廈底部，容易抽查到嘅棚腳位置，而喺上方大面積就用咗便宜嘅唔合規嘅材料，呢啲每卷只係54蚊港紙嘅劣質棚網，同合規產品差咗成1倍嘅差價，咁就暴露咗為咗利潤而罔顧安全嘅行業潛規則。同時，承建商現場亦都大量使用高度易燃嘅發泡膠板，多位工程師指出，呢啲發泡膠板擴大火勢，助長煙囪效應嘅出現，係令火勢急速向上狂燒嘅主要燃料。另外，8座大廈同時維修，但係又冇設置任何防火分隔，令到火災好似火燒連環船咁無法控制。所以多位資深業界人士指出，大火嘅關鍵係在於規管缺失同風險管理失靈，而唔係竹棚呢一種單一材料引致嘅。就算當時用嘅係金屬棚架，如果外面包住嘅仍然係劣質棚網，使用嘅仍然係高度易燃嘅發泡膠板，喺極端大火之下，後果可能根本冇本質分別。呢場火災，首先我哋要質問嘅係我哋嘅監管系統唔夠嚴密，定係安全標準冇被嚴格執行，從而導致悲劇嘅發生呢？喺成本同安全嘅博弈之中，究竟條底線可以放到幾低？咁喺理想嘅標準施工同監管條件之下，竹棚同金屬棚究竟邊個好啲？我哋可以從幾個關鍵嘅角度嚟睇清楚。首先講下耐火性同火災表現，呢個係最核心，亦都最容易被誤解嘅問題。竹棚喺火災入邊，竹表面會碳化，呢層碳化層反而可以喺一段時間內起到隔熱作用，保護內部結構。佢真正嘅火災風險在於高溫之下，竹節可能會爆裂，着火嘅碎片四處飛散，點燃其他樓層。另外，燒斷嘅竹竿可能會倒塌，塞住消防通道，嚴重阻礙救援。至於金屬棚架，金屬唔會燃燒，呢個係佢最大嘅優勢。但係喺持續烈火面前，金屬並非無敵。當溫度升到大約600攝氏度以上嗰陣，鋼材嘅強度會急劇下降，慢慢軟化變形，最終導致成個棚架坍塌。金屬架坍塌嗰陣，佢嘅重量同結構可能會造成更嚴重嘅二次破壞。簡單嚟講，喺小型或者初期火災入邊，金屬棚架唔助燃嘅優勢好明顯。但係喺宏福苑呢類由易燃物引發嘅極端大火入邊，兩者最終嘅命運可能差唔多。跟住我哋睇下安全性，特別係日常施工方面，竹棚嘅安全好依賴搭棚師傅嘅個人手藝同經驗。竹係天然生長嘅，粗幼唔一樣，需要師傅根據現場情況判斷同裁切。呢個亦都意味住佢嘅質量同穩定性比較難進行標準化查核。過去幾年涉及竹棚嘅工業意外確實不時發生，而金屬棚架咧就喺由工廠標準化生產，可以由工程師進行精確嘅力學計算同設計，理論上更加方便質量控制同安全管理。不過金屬組件重複使用之後，可能會產生肉眼好難察覺到嘅鏽蝕同埋裂痕，需要極之嚴格嘅日常檢查。至於靈活性同適應性呢，竹棚就有佢無可替代嘅核心優勢啦。
香港樓宇密集，結構複雜，舊式建築又多，呢啲樓宇之間嘅位置空間好窄，金屬棚架因為尺寸固定、重量大，喺好多情況下根本裝唔到，或者安裝成本極高。竹棚嘅靈活性係佢冇辦法被完全取代嘅根本原因。竹可以現場任意切割、彎曲，完美適應各種刁鑽、唔規則嘅空間。呢樣嘢係金屬棚做唔到㗎。對於遍佈香港超過1萬座50年以上樓齡嘅舊樓維修嚟講，竹棚往往係唯一可行嘅選擇。金屬棚就適用於地形規整、設計現代嘅新建大型項目，但係喺狹窄嘅街道同舊式社區，佢嘅運輸、安裝都面臨好大挑戰。最後講到工程成本同經濟生態，竹棚嘅材料成本低，係屬於短期使用材料，佢支撐住一個龐大嘅傳統工匠生態，幾千個掌握特殊手藝嘅竹棚師傅靠佢揾食。金屬棚架初期投資大，但係可以重複使用，長期租用可能更具經濟性。全面轉用金屬棚意味住現有嘅竹棚工人需要再培訓同轉型，涉及好大嘅社會成本同就業衝擊。火災第2日，政府就提出研究用金屬棚取代竹棚嘅計劃。佢哋急切想提升班安全水平嘅心情，我哋明白同理解嘅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亦都指出，金屬棚喺耐燃性上更加好。不過，我對呢項金屬棚取代竹棚嘅計劃有所保留。首先佢咁樣做好有轉移焦點嘅嫌疑。佢好似將一場複雜事實係由多重監管失效同人為違規導致嘅災難，簡單歸咎喺一種材料上邊。佢咁樣做可能會令到我哋忽略真正致命嘅系統漏洞，即係對棚網、發泡膠呢啲材料嘅監管不力，對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嘅缺失等等重要嘅事實。佢想將個火頭集中放喺取代計劃上，間接令到觀眾少啲討論真正導致火災嘅元兇。第二，咁做只係治標唔治本。就算全面轉用金屬棚，如果到時候繼續用唔合規格嘅阻燃網、易燃嘅發泡膠、消失嘅防火分區、鬆懈嘅現場管理等等問題，到時候仲未解決，重大火災風險依然繼續存在，只不過用咗第2個形式存在。就好似2010年11月15號喺上海發生嘅靜安公寓大火事件，造成58人死亡，同巴黎聖母院大火都係發生喺金屬棚架工地，起因正正就係易燃嘅安全網同違規施工。其次，咁樣係不切實際嘅一刀切。香港嘅城市機理好特殊，如果盲目追求金屬化，可能會令到大量舊式樓宇嘅維修變到不可行，或者成本極高，反而會產生新嘅安全隱患。我認為更加科學、更加負責任嘅做法，應該係系統性升級，而唔係材料性替換。第一，要立即堵塞監管漏洞，將阻燃棚網禁止使用易燃發泡膠呢啲安全要求，從行政守則提升到強制法例，並且配合嚴厲嘅刑罰同隨機嘅無預警嘅突擊式抽查，特別係要針對高空隱蔽嘅部分。第二，要實施精準嘅風險管理，強制要求對大型維修工程，尤其係密集樓群一齊施工嘅項目，進行事前嘅消防安全風險評估，必須要設置防火分隔帶。第三，要推行務實嘅雙軌制政策，正如政府之前所規劃咁樣，喺新項目條件允許嘅工地，鼓勵同推廣金屬棚架嘅應用，同時承認並且規範竹棚喺特定場景之下嘅不可替代性，透過強制使用金屬構件，推廣現代紮綁材料，為竹棚師傅提供更嚴格嘅標準化培訓同認證等等方式，提升傳統竹棚嘅安全性同標準化水平。第四，要平穩推動行業轉型，為現有嘅竹棚工人提供系統嘅再培訓同資質認證，幫助佢哋掌握金屬棚架技能，並且提供必要嘅財政同政策支持，實現平穩過渡，保護呢份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各位聽眾，宏福苑嘅悲劇代價實在太大，佢話俾我哋知，喺現代高密度城市入邊，安全係一個精密運轉嘅系統，竹棚係元兇。我唔敢肯定，但係無數唔合格嘅網、易燃嘅發泡膠板、缺失嘅監管、遲到嘅回應等等加埋一齊，就做咗一個非常危險嘅局面。
竹棚同金屬棚之爭，本質上係傳統手藝同標準化安全、低成本同高保障之間嘅深層矛盾。喺香港呢個極具特殊性嘅城市裏邊，答案唔可能係非黑即白嘅簡單替換。真正嘅安全之路唔在於急急忙忙咁告別一種材料，而在於勇敢咁革新一整套嘅制度。無論用竹定係用鐵，我哋必須擁有一個法規嚴密、執行有力、權責分明嘅建築安全體系，由材料認證、施工設計、現場管理到政府監管，每一個環節都有清晰嘅標準、嚴格嘅執行同埋冇得推卸嘅責任。唯有咁樣先可以告慰逝者，令生者安心，等香港呢座城市喺未來之中真正變得堅不可摧。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我哋下期再見。